喜信现在要继续奉主耶稣基督性命，甲咱做来探讨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圣经的内容，新约圣经的简介。亲爱的朋友，希伯来书第8章的13节，以及歌罗西书第2章17节，旧约是新约的影，遐渐衰残的就的确要紧紧来归于无咯。遐个形体呢，却是基督。因安尼，罗马书第3章8节，以及加太书第2章16节，这咧讲新约时代的信徒因信被称义得救，毋是因为行律法。是因信称义的约，是新约，毋是旧约，而且拢记伫新约圣经内面，可见新约圣经比旧约圣经更较重要。新约圣经是引人归主的指南，也是灵修的指南。中间有关悔改啦，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、蒙赦罪、得圣灵，这个信主得救的道理呢，拢详细记载伫新约，毋是旧约。灵修指南也记伫新约圣经每一卷内底，希望咱会当借着安尼来完完全全达到得救的第步境地。第一，咱来讲新约圣经的历史背景。历史背景的学习可以帮助咱呢来了解到圣经内容甲重要的道理，所以咱小可简介一下。第一，咱讲波斯时代。大约伫主前333年以前呢，真神的选民被掳到巴比伦了后，因为巴比伦被马代波斯征服，而且接来就受波斯王统治。当这个波斯王国咧受到真神的感动，因准了选民倒转去伊的国家重建的圣殿。文书以色列尼米呢后来也倒来伊的国家复兴了选民的信仰。回顾犹太人呢，伫比列的所在所用的这个阿兰语呢，因回顾了犹原用阿兰语，因安尼主要所时代呢，阿兰语犹原是当地通用的语言啦。第二，咱来讲希腊亚历山大王的时代，这是主前332年到301年的当中，年轻的亚历山大被选做希腊诸邦的联邦的领袖，统领着联军东征，征服了小亚细亚部分的亚细亚以及埃及、叙利亚，真神赐选民之地巴勒斯坦，也归伊的一个版图。伊甲伊老师同款，入去希腊文化甲学术比其他的民族更较优越，因安尼深深感觉到讲，伊是人类的领袖，负起着更较重要的使命。就是爱传播着这个希腊文化。亚历山大第30岁时患了热病，煞来死咯。就由伊3个将官呢，来分了伊的帝国。伊伫这个希腊化的政策下面，伫各地建设了希腊式的城市。伫这个上重要的成就的希腊文呢，被广泛来采用着国际之间通商啦，或者是交往的文字写作。也真普遍来使用这希腊文，这互这个福音的传播呢，的工作是非常方便的。保罗也使用这希腊语世界去讲道，伊所写的这个希腊文的书信呢，各国信徒拢会当来阅读，并且来流传。第三就是这个埃及托勒密时代，这是伫主前301年到198年的时间。亚历山大第4了后呢，犹大国正做占领着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的殖民地，宗教信仰生活呢有相当的自由。伫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呢，设有这个大图书馆，或者称作博物馆，是一个科学研究馆。伫这个时期呢，有一批这个犹太人迁到埃及，后来伫这个文化大城内面的犹太人选了70位文士翻译了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做希腊文，以便呢，互这个毋捌希伯来文的犹太侨民的使用。都安尼伫主前150年全部拢完成。所以主要说时代这犹太人也常常引用着希腊文的这个圣经啦。
第四项，咱来讲叙利亚的时代。伫主前191年到167年的中间，亚历山大第死了后，伊的三个将军当中的塞琉卡斯伊占领着巴比伦。事后呢，伊占领着叙利亚，伊的继承者后来打败了埃及托勒密王朝，也取代了犹大国的控制权。这个塞琉卡斯四世呢，或者称作是安提阿哥四世的时代呢，犹太发生了暴乱。安提阿哥四世呢，掠做讲这是反背伊的，因安尼下令攻取着耶路撒冷城。事后呢，又因为伊的野心受到罗马人的阻挡，心情无介好。伫要转去当中来到这个犹大国时阵，下令爱互这个犹太人完全希腊化。犹太人的信仰生活因安受到逼迫，因无守安息日、行节礼、到圣殿守节等等的自由，圣经也被毁坏。伫主前168年底，这个王呢，就没收了圣殿的器具甲财物，并且伫圣殿的祭坛顶面建造了假神的坛，献迄个犹太人看做无洁净的猪，故意呢来侮辱这犹太人。伫这种信仰的大逼迫顶面呢，犹太人呢不得不爱起来反抗，起来反抗的领袖呢是犹大的马加比。所以咱第五要来讲马加比的时代，这是伫主前167年到63年，伫犹太人马加比领导之下呢，勇敢来抵抗着叙利亚。后来这个叙利亚内部常常换君王，对这个犹大王的逼迫的这个压力呢也渐渐减少。但是这个马加比呢，继续为着犹太人完全的独立来战争，也求罗马来援助因。当然马加比死了后，伫主前143年，犹太人才得到这个政治上的独立。政治独立的时期呢，大约有80年之久啦，一直到互罗马帝国来征服。继续咱来讲这个第六罗马时代。这伫主前63年以后啦。罗马人庞贝呢，因为解决纠纷煞来耶路撒冷的时阵呢，拄着抵抗，伊就安尼以武力攻取了耶路撒冷城。罗马就占领了犹大国，又抽东西。罗马时代，犹太人信仰生活有相当的自由。伫政治顶面呢，犹流该撒立总督。另外呢，立这个犹太国南部的伊托麦人做省长。这伊托麦人的省长呢，囝呢当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堵杀着比利行城内外的红兄的大希律。这个大希律讨好了罗马官甲这个法利赛人，也唔敢得罪了犹太人。伊认真伫咧建设，重新修建扩张圣殿，因安尼有人称这个圣殿叫做希律的圣殿。这个圣殿非常华丽，并且著名，但主后70年了后被毁了。大希律死了后，罗马皇帝因准照着伊的遗言，分封着伊三个囝，中间大囝叫做阿基诺，因为不正。罗马皇帝允准犹太人的请求，激励基诺的这位对一个罗马人的省长直接统治犹太加撒马利亚，因安尼犹大国变成做罗马的一个省份。这伫主后6年时阵，也因为安尼最后所受审判的时阵，是对这个犹大第5任省长比列多来审判伊，毋是对这个希律王来审判伊。大希律另外一个被封的囝希律腓利，伫主后34年离世了后，又搁另外封一个囝是希律安提帕，伊淫乱无道德，分封伫这个加利利省。伊以不法的手段除了伊公爸告某的兄弟腓利的某叫做希罗底。施洗约翰勇敢来接庇因，因安尼伫安提帕生日宴会时阵，施洗约翰就被杀了。这记载伫路加第3章19节到20节，以及9章第7节到第9节。
最后呢，伊也无讲介好啦，互人踢职，佫互赶出境外，后来就死咯。希律一家毋是犹太人，是犹大地南边的以土买人，家风有够歹，加上因是暴政，犹太人继续找机会要来赶走掉希律。这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的第4节，有这个混水党起来抵挡，就因安尼起了革命啦。后来伫主后68年到69年中间，罗马皇帝一年当中所死了4个加利亚皇帝，定咧换皇帝安尼伫主后70年了后，这个波斯帕提安皇帝呢，因为犹太人的背叛，亲自前往耶路撒冷，包围了耶路撒冷城134天。后来伊的囝提多将军攻入耶路撒冷城，圣城被焚烧，圣殿也彻底被毁了。这像主要所伫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内面所预见的，无一块石头被留伫石头顶，就是无贴做伙意思啦可见伊毁坏程度非常的大。第二部分咱来讲新约圣经的内容。新约圣经拢共有27卷，以伊的经节体裁也分做4类。现在喜信呢分述各经卷的中心思想，互大家知影。第一福音书拢共有4卷，有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。作者是主耶稣的门徒，伊目的是记载着耶稣基督降生宣传福音，来显出着真神带领的事业。却因为见证的对象甲方式无同款，所以以无同款的角度来共同述说主的行业。研读的时阵呢4卷呢拢会当互相来帮补查考使用，互人呢建立坚定的信心，并且明白主的教示。第二部分就是历史册，历史册一卷就是使徒行传，记载着主耶稣基督对死来复活了后，建立这个门徒的信心，并且赐了圣灵，互这个门徒得到力量，对耶路撒冷去，开始向各地宣传耶稣基督救人福音。可是呢，是伫早期教会的成长事业中间记述了门徒的生活，可以讲是早期教会的成长事业中间记述着门徒因的生活、工作种种，可以互咱大家呢做来学习因的精神。第三部分就是这个书信啦，拢共有21卷，是当初时教会当中的工人，是为着要造就教会甲信徒，所用这个书信的方式，甲这个重要的教训呢写予各地教会，并且彼此轮流来阅读，或者是解决当初时伫信仰顶面所面对的问题，或者是互相勉励，无受到信仰逼迫的影响。今日咱咧研读的时阵呢，同款得到足大的造就。第一就是罗马书，指着人免伫真神面头前得称做义人，就是伫基督内面会当赢过罪，才做义人。哥林多前后书呢，是指着信徒安那来过着圣洁合作节制生活。那这个加拉太书呢，是咧讲到人应当爱坚持正确的信仰甲信心。以弗所书呢，是咧描写着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躯。腓立比书是咧述说着信徒伫主耶稣内面呢所享有的喜乐生活。哥罗西书是互信徒会当明白着基督内面应当拥有的新的生命。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，是论到着主耶稣基督再来是咱确切望的愿望啦，也是赢过信仰阻挡的力量。过来咱讲提摩太前后书呢，是属于互个人的书信，是年老的工人指导年轻的工人，安那来领受家己甲带领教会啦。来讲这个提多书呢，是嘛像个人的这个书信也是指导年轻的工人安那来管理教会，坚定信仰，坚守着真理的心志。这个腓立比书呢，也是个人的书信是咧称赞着这位门徒的善行，并且鼓励伊为了教会做更较济的工作。希伯来书呢，是以旧约的应许，佮再次证明主耶稣是人类救主，咱敬拜伊，得较享有切切的愿望。过来就讲雅各书，这雅各书是指导信徒伫患难逼迫当中，应当爱坚持
的行为甲精神啦。彼得真老师是咧讲到鼓励信徒伫逼迫当中爱坚持信仰原则，并且伫道理顶面追求成长，来显出美好的见证。过来，这个约翰1:23书是咧勉励信徒应当爱持守着彼此相挺的精神，也需要以真理甲智慧，无受着时代的潮流，也是异端学说来影响着信仰甲行为。这个犹大书呢，是咧提醒着信徒莫受着世俗影响，贪爱世界，来离开这个真理啦。第4部分就是预言书，这预言书的最后一卷的启示录，这个启示录记载了真侪真神预言甲计划，上面可以互人明白真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真神，上面真神也希望人会当明白伊的计划，无贪恋这个物质的世界，会当坚持信仰，过着荣耀真神，互人得到益处的生活。这卷当中呢，要真侪预言，因着真神的时阵还未来到，咱无都完全部了解。但是因为对真神的信心，咱真心这个预言呢，落尾的确要成就。第3部分，咱来讲新约经卷各卷的关系。伫这个新约的信息是延续着旧约的信息来，因为着人的背逆，无都领受着真神的旧约所应许的福气，完成真神做人目的，所以真神另外设立了新约，互人可以靠着主的救恩，活出人原有的这个尊严，互人可以享受真神所应许的福分啦。真神的救赎是借着基督来完成的，基督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内底，伫死了后，搁再复活，就是发出了真济的麦仔来。真神救赎人类计划呢，就对这开展了。所以咱以整个树木的发展来做一个比如。比如这个新约圣经各卷的关系呢，咱就可以比较较清楚来明白新约27卷圣经彼此的关系。四福音亲像这个树下面的根部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，主耶稣为着咱人呢来舍命赎罪，后来又搁对死来复活，借着圣灵建设了教会，又亲像这个树骨的部分充满着生命，是使徒行传当中的圣灵，就是促进了教会发展主要的动力。借着教会发展，互咱看到真神救赎计划当中所涵盖真济重要的道理，像讲救赎论啦、基督论啦、教会论、末世论，这的真理呢，甲亲像对树骨当中延伸出来的树枝同款，彼此的信息拢互相相关联的。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来讲，在这个四福音当中，咱可以看到讲主耶稣基督，伊具备了神性甲人性，伊的侍奉又亲像四活面同款，这样完美啦。所以咱可以对于这个四活面的表征、表象来看出讲四福音安那来描述着主耶稣的侍奉，马太音来描述着主是君尊的主。进入西啊，所向无敌。若讲这个马可音呢，是描述着主是忠心的仆人，敢亲像牛同款，坐做少讲话，永远无野心。路加是描述着主呢，具备了人性的完全人，以爱世间所有的罪人。约翰音是描述着主具备了人性的神境，带予世间人丰丰富富的真理甲恩典。第二就是这个圣灵论，教会成立是借着圣灵的降临开始，也借着圣灵的带领，互教会大大发展，互教会充满着活命力。所以使徒行传也被称作圣灵行传啦。第三项就是这个救赎论，救赎真理的核心呢，就是因信称义得生。三卷的经卷有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，甲这个雅各书。这个基督论呢，谈到着基督甲教会关系。三卷的这个经卷有这个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甲腓立门书。这个教会论呢，谈到着真神工人安那牧养伊的教会。
三观的经卷呢，有哥林多前后书甲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、约翰1、2、3书这拢是咧讲到教会论。第六，咧讲到这个末世论啦，论到有关末世种种的情调调头信徒应当有啥物种人物，以及主耶稣再来有啥物代志。三观的这经卷有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后书，以及彼得前后书犹大书，以及启示录。第四部分咱来讲到这个新约甲旧约比较。第一，对象无共款，旧约立约的对象是以色列人，这伫耶利米书第7章30记载。新约立约的对象是全世界的罪人，所以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、16节，普天下传福音，互万百姓听。第二是契约内容无共款，旧约以摩西做中保，立了律法之约。希伯来书第9章18节到22节，借着精神的会来赎罪。新约以主耶稣基督做中保，立了恩典之约。伫希伯来书第9章12节到14节，所以人只要因信称义，就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保惠来赎罪。第三就是仰望无共，旧约选民仰望弥赛亚对救主的来到，新约选民是因为弥赛亚已经来了，就是主耶稣，所以只要信靠主，的确可以仰望主耶稣基督再来，迎接着咱去到天家啦。第四部分就是新旧约的关系。希伯来书第8章13节，哥罗西书第2章17节，你讲到旧约律法是新约的影，迄个形体却是基督。因为主耶稣成全了律法，新约的信徒不再守摩西礼仪的律法，只要遵守着主的教示就可以了。所以圣经的内容丰富咧，值得咱慢慢来研读，互伫信仰啦、生活行事做人方面呢，都得到帮助。也求天顶的真神教咱耐性、智慧、信心，以积极的心志研读圣经，并且照着圣经所记的去行，领受所应许的福气。所以咱感谢天顶的真神，伊赐予咱宝贵的生命之道，就是借着这本圣经，互咱信靠主耶稣基督来得救。伫新约当中，咱处处呢拢看到主；伫旧约当中呢，咱也处处看到主的影像，听到主的声音。因安尼，新旧约对咱是非常宝贵的。自古以来，真侪圣徒呢，拢非常的欢喜，看到圣经的活命之道所带来果效，是可以看到的，是可以听见的，是可亲手摸到的。所以，求主耶稣将圣灵临到在咱亲爱听众朋友的身上，互因会当看见，将这个稳重的真神话语内面的真理呢，来启示互咱伫圣经当中会当看见着真神甲救恩，并且勇敢来接受这个大恩典。今日活命的牛息这单元呢，以上就甲咱分享到这，咱大家平安。耶和华的